觀塘鎮萬廣場才着海鮮會飲茶。港鐵觀塘站 B1 出口出站後沿開源道直行，去到偉業街轉左向前行，去到交通燈位過馬路，過馬路入鎮萬廣場，搭 lift 上3樓就到酒樓啦。星期1至5早茶7點半至11點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1至5早茶茶錢2蚊，下午茶茶錢10蚊。星期1至5早茶同下午茶小點22蚊，中點26蚊，大點30蚊，特點34蚊，頂點38蚊。星期1至5早茶點心4個8起，蒸飯14個8，孖寶32個8起，早茶孖寶別38個8，黑毛豬叉燒腸味道正常。荷香棉花雞有3件雞、3件魚肚、半隻冬菇、半條蟹柳同幾粒芋頭。碟底有塊荷葉，有件雞同魚肚有雪味，芋頭一半好食，一半麻麻。旋風流沙包1個4個8，兩個9個6。包皮鬆軟，餡料好味，好食。星期1至5下午茶只有午市優惠點心紙，下午茶冇。下午茶懷舊叉燒包小點22蚊，餡料比較淡，一般。櫻花蝦潮州粉果中點26蚊，冇乜味，麻麻。手打鮮竹牛肉球中點26蚊，牛肉球彈牙，不過有筋，味道 OK。早茶埋單58蚊，下午茶埋單103蚊，埋單不接受八達通。